家好，我是郭华英。多杰熊灯本身的视线就是为了帮助许多人。今天我们请来了陈信卫，他将跟我们大家分享他如何认识多杰熊灯护法和多杰熊灯护法如何帮助他。陈信卫今年22岁，4月在籍学生。信卫你好，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如何认识多杰熊灯护法的吗？自己本身是从祖父那一代的时候，祖父都有开始修行护法的法门，然后父亲也是有修行护法的法门。自己本身是在18岁那一年才开始修行护法的。既然他是你们陈家3代人的修持法门，为什么你是知道你18岁那一年才开始修护法吗？因为自己在18岁的时候独自住在宿舍，在宿舍里时，就每次要入睡的时候，都会发现到自己被一双手掐着自己的脖子，而且那时的我也是短发，但是早上睡醒时都会看到说床边都有长发，所以就感觉到很害怕，而且不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定下来。那时候就开始念诵多杰熊灯护法的咒语。你是通过持诵心咒还是怎样的一个方法修持？然后修持过后，是不是那个干扰的情况是有减少的呢？那时候我是每一天晚上就会念护法的咒语，念诵到自己入睡为止。当自己念诵的时候，就不会说感觉到那双手掐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早上还是会看到头发，但是也是有减少。我还听说，就是你有时候去一些比较阴暗或者是比较感觉没那么良好的地方的时候，你也会持诵护法的心咒。对，当自己去到一些比较阴森的地方的时候，都会念咒护法的咒语。当念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心情比较好，比较没有那么害怕，也会求护法保佑自己，守护着自己，就不会感觉到那么的害怕。但是我已经有做护法的修行了几年了，过后都发现到说，每一次一去到阴森的地方念诵的时候，都不会说我自己根本就不需要害怕说会被灵体干扰。对。自从你修了护法过后，是不是你就没有再遇见一些灵体或负面的或看不见的灵体的干扰？干扰如果是说是很像有一副眼睛看着自己的话，还是会有的。但是说如果他们会碰到本身的话，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意思是说，你还是会感觉有东西在，有灵体在对，监视着你，或是注视着你，但是触碰或者是掐你脖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不再出现了。对，就是这样。只是说会觉得说有眼睛看着自己，但是从来不会说被他们碰到，还是掐着自己，这样的经验都没有了。从你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就会发现护法对你是有很大的帮助，然后特别是你身为一个敏感体质的人无论如何你应该也有听说，就是关于护法的很多争议，包括它是一个邪灵，还有这个法门是被禁止的。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或看法呢？自己本身是觉得说，如果格鲁派的高僧都会修这护法的法门的话，就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智障仁波切、林仁波切还有宋仁波切都有修行多杰熊灯的护法，而且自己本身也看到说护法怎样的帮助到自己，所以我觉得说这护法一定是个是个真正的护法，不是个邪灵。因为如果真的是邪灵的话，格鲁派的高僧也不会说要做这个法门，也不会说教其他的人说这个法门的好处，还有怎么做这个法门的念诵咒语之类的。我们谢谢陈信卫。从陈信卫的故事呢，我们就发现了熊灯护法是他们陈家3代人的修持法门，更重要的是帮助了
身为敏感体质的陈欣卫，让他不再面对灵体的干扰，让他能够安心的读书生活。这同时也证明了护法是一位正悟的护法，他在不求任何回报的情况下，帮助陈欣卫和其他的世间众生。谢谢各位。